唔同啲仔女攞出世紙會係咩人呢？香港有一對非常父母喺 Facebook 開咗個專頁叫 Save Lily， 開呢個專頁目的就係想引起輿論壓力，高調咁要求瑞典社福局交還佢個女 Lily。事緣呢對伴侶曾先生同關小姐就好鍾意喺屋企生仔，佢哋就喺2019年芬蘭嘅屋企自行分娩，誕下女兒。長女1個月後就夭折，兩人曾經被控遺棄同埋過失殺人，之後就撤銷起訴，死因判定為心臟病同埋腦膜炎。去到2021年，佢哋喺芬蘭就誕下次女 Lily。2023年，兩個人就喺瑞典因為涉嫌洗黑錢就被拘捕。當地社福局發現當時大約2歲嘅 Lily 全身污糟、嚴重濕疹同埋牙齒損壞，而且冇出生登記。基於保護兒童為理由，就強制接管，至今仍然維持監護令。之後佢哋就返香港，喺2023年開咗個 Save Lily 嘅 Facebook 專頁。本來啲人都唔知咩事，仲好同情佢哋，幫佢哋諗下辦法，點樣可以同瑞典嗰邊攞返 Lily。但係喺2026年4月份，佢哋再次喺屋企家中自行分娩，誕下咗幼子 Danny。由於喺屋企生仔就冇醫院記錄，喺冇任何人可以證明個仔係屬於佢哋兩夫婦嘅情況下，入境處就要求佢哋驗 DNA， 證明係親生父母先可以申請出世紙。但佢哋兩個竟然就拒絕，一時就話係宗教原因，一時就係話因為私隱權，所以啲人就開始覺得佢哋兩個好有問題，仲發現好多嘢都係前後矛盾，覺得佢哋謊話連篇。但令佢哋最擔心嘅就係小朋友冇出世紙，點樣打針睇醫生，之後又點樣返學讀書呢？因此好多人就喺 Facebook 度鬧爆佢哋，傳媒就稱佢哋為非常父母，即係非正常人嘅父母。呢個稱號佢哋真係當之無愧啊！當日成個訪問佢哋嘅對答真係令人嘆為觀止。聽完我都覺得入境處係唔應該叫佢哋驗 DNA， 而係應該要佢哋驗腦部結構呢。咁個仔可能會拖累一段時間都攞唔到出世紙，咁就冇一個好嘅照顧噶咯。咁你會唔會憂慮呢方面？咁其實呢，我覺得呢責任都其實係喺入境處嗰度，因為呢我已經開展咗出生登記啦。吓？你點樣開始出生登記啊？你都冇醫院證明，又冇 DNA 報告交俾入境處，人哋點同你開始出生登記呢？唔通你以為只係交咗你兩個嘅身份證就叫做做咗出生登記？依家唔係你兩個出生喎，交你哋兩個身份證唔係等於個仔係你哋親生噶，同埋父母嘅責任係要先提供證明，而入境處嘅責任就係幫你處理個申請。咁你都冇做翻你嘅責任去提供證明先，咁人哋都冇機會做翻個責任同你申請啦。其實呢，就香港政府呢係有責任保障我本人同埋 Danny 嘅人權嘅。你講得啱啦，係要保障 Danny 嘅人權，大家都好關心啊。就係因為如果佢冇咗個出世紙嘅話呢，佢好多佢基本嘅權利喺度攞唔到啊嘛。係，冇錯啦。咁其實呢，入境處呢，當我開展咗出生登記嘅程序呢，佢係可以俾一張收據我，就證明我已經向入境處申請咗啦。咁如果我有呢張收據嘅話呢，咁我就可以俾啲醫生睇，同埋俾學校睇。嗱，我依家就開展咗出生登記啦。咁睇下你會唔會行使個酌情權收去讀書，或者去俾佢睇醫生。咁你係申請咗啫，但係你係要證明噶嘛。咁證明嗰步係要做噶嘛。聽佢講呢番說話，好懷疑佢個腦係有問題。好簡單嘅思維邏輯，佢都分析唔到。申請還申請，但你證明唔到，人哋都批唔到你個申請噶。申請同成功申請係兩回事嚟噶。佢話只要入境處俾張收據佢就可以同醫院同學校講酌情收佢個仔。咁即係佢都知，就算有張收據都唔係正式身份，都仲要係期望人哋嘅酌情。既然係咁，點解唔正正經經幫個仔攞身份證，未唔使每次都要盼望人哋嘅酌情咯？就憑呢番說話，可以反映咗佢個人嘅性格係好中意推卸責任，同埋佢個人生應該係慣咗所有嘢都要等人哋幫佢。明明自己正正經經同個仔攞個證明，就唔使等人哋酌情幫佢，但佢就寧願為咗鬥氣啲無聊嘢就等人幫。睇得出佢呢種人就係慣性覺得人哋幫佢係應份。佢有講過醫院都有酌情俾 Danny 睇醫生，好彩醫院肯俾 Danny 睇醫生咋。如果唔係，佢肯定發晒爛渣，理直氣壯咁話人哋有責任保障佢個仔嘅人權。佢都成40幾歲人啦，佢都唔知咩叫做人哋幫你係人情，唔幫亦都係道理。
咁會唔會最終其實你就係唔信任政府做咗個 DNA 測試？呢個係唔係，其實咧其實我係信任政府㗎。我好想知嘅，你嗰個最終阻礙你呢個 DNA 係咪因為你嘅宗教？最終阻礙你唔想啊？你唔願意啊？入境處裏面冇做足，冇根據私隱專員公署裏面嘅指引。佢做足你就願意啦，即係佢做足你就願意啦。個宗教唔係一個阻礙，係咪？係啊，如果佢做足晒呢啲程序嘅，俾嗰一個決定我哋去睇嘅。嗱，其實真相已經爆咗出嚟，佢係信任政府，唔係因為私隱嘅，而宗教信仰都唔係原因。咁呢啲人點解仲係都唔配合入境處呢？其實原因好簡單，佢哋就係為咗一啖氣，喺佢哋心目中覺得自己係大晒嘅，在家分娩又唔係犯法，所以入境處係必須要處理佢哋嘅出生申請。但入境處唔肯，咁佢哋咪玩嘢唔肯驗咯。其實睇得出呢兩個父母真係好幼稚、好野蠻，仲好自私。嗰個係你個仔嚟㗎，為咗啖氣就攞自己個仔嘅健康同讀書嚟玩。呢兩個人真係完全唔配做人父母。純粹由一個父親愛佢嘅兒子嘅角度出發，會唔會你都會願意去做呢件事呢？如果唔願意嘅時候，因為宗教嘅原因，嗰個又係咩宗教嚟嘅呢？咁因為咧，我哋愛兒子咧，就係應該話俾佢知，我哋係要捍衛我哋權利啊，唔可以偏向咗兒童權利而唔去保障我本人嘅私隱權噶。其實咧，個主要嘅責任喺政府嗰度噶，因為政府要保障我本人嘅私隱權同埋 Danny 嘅基本權利噶。若然我冇睇錯，兩位應該係低能嘅。哇，佢真係黐得好勻循啊！如果你係愛佢，就唔會為咗啖氣搞到 Danny 冇身份睇醫生讀書，從來都冇人侵犯你嘅權利。咁你捍衛啲乜嘢呢？仲話係要保障佢私隱權，唔可以偏向兒童權利。其實佢有冇基本常識同道德觀念嘅呢？兒童權利喺法律同埋倫理上都絕對係優先過父親嘅個人私隱權㗎。你一個父親竟然覺得自己嘅私隱係重要過個仔嘅權利，真係自私到入骨啊！我都好想睇下，當 Danny 大個咗，問爸爸點解我冇書讀嘅，咁佢就會講話爸爸因為好愛你，所以要話俾你聽，捍衛爸爸嘅私隱係好重要嘅。而為咗捍衛爸爸嘅私隱權呢，你就要犧牲冇得讀書同埋睇醫生嘅權利啦。因為唔可以偏向兒童權利，就唔保障爸爸個私隱㗎。唔知佢個仔大個聽到佢呢番道理會點呢？其實咧，譬如我哋都有一定嘅司法程序咁。譬如如果佢真係決定咗佢係咁，我要司法程序2-3年嘅時候，咁係咪就有得去咧？咁其實係咯，係咪就係有責任去做一啲臨時嘅措施去安排 Lily 去安排阿 Danny 去讀書同埋睇醫生㗎？個責任喺入境處度，唔喺我度。哇！聽到呢度都心寒啊！其實佢呢番說話已經透露咗，佢係用緊自己個仔嚟大政府，話俾政府聽司法程序係要2-3年嘅。咁你哋忍唔忍心個小朋友冇書讀啊？如果你哋唔忍心，就唔好要我配合驗 DNA 啦。因為政府你哋係有責任保障兒童嘅。哇！呢兩個父母個思維方式真係極度扭曲啊！所有嘢都係人哋嘅責任，攞自己個仔做賭注，博政府要為咗保障佢哋個仔就屈服俾佢哋，唔使佢哋驗 DNA。點會有人竟然攞自己個仔去威脅人哋㗎？真係好黐線啊！喺6月2號，警方就因為疏忽照顧兒童拘捕咗呢對父母，而 Danny 就交俾社署去託管。喺警方勸喻之下，佢哋就終於肯驗 DNA 啦。到咗6月22號，Danny 因為發燒就送咗去東區醫院。曾經一度認為有可能要做脊柱刺穿手術，一向中意用輿論壓力嘅佢，就喺醫院門口接受傳媒訪問啦。我哋好擔心 Danny 嘅情況，因為我哋每次見佢都係個健康越嚟越差。第一次見佢眼仔碌碌，第二次見佢神情呆滯，第三次見佢就係入醫院收容所嗰度咧，係可以提供到專業嘅照料，但係呢啲係代替唔到嗰個親人嗰個親情，因為我哋平時咧係要抱住佢啦，佢喊嘅時候我哋會氹佢啦，同埋咧根據聯合國嘅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啊，政府方面咧係要尊重 Danny 嘅意願嘅，兒童嘅意願係要俾人聽到嘅。佢每次我哋探 Danny 嘅時候咧，Danny 都係撲個媽媽度去話要去食奶㗎。其實我哋見到佢受到保護嘅時候，反而個情況又差咗，而且家長嘅權利咧係受到剝削咧，我哋係覺得好憤怒嘅。就算有保護令嘅情況之下咧，都係要根據翻
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去考慮翻兒童嘅意願同埋兒童嘅最佳權益㗎。喺個訪問入面，曾先生佢又扮知識分子啦。今次唔係搬私隱條例講，而係講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。終於等到有位入啦，佢就乘機話社署照顧唔好，要求快啲交還俾佢哋。好明顯，其實佢哋到依家都唔知點解社署要帶走 Danny， 因為人哋唔係睇眼前個 BB 仔唔舒服，係咪要有父母喺度氹下抱下會好啲，而係要睇長遠嘅。長遠個小朋友要喺一個滿口歪理、自私幼稚、推卸責任嘅父母身邊，會唔會有危險呢？而喺呢對父母嘅教育下，個 BB 仔個將來會點呢？唔係將小朋友個利益擺喺第一位，而係將鬥氣擺喺第一位嘅父母，係咪真係適合養育小朋友呢？今次如果唔係警方拘捕佢哋都唔會肯驗 DNA， 睇得出呢對父母係欺善怕惡，恃住香港政府重視小童權益就恰得就恰。佢仲好意思話外國有啲做法係可以父母一齊住，但係就有社工監察喎。點解佢呢番說話唔同瑞典政府講呢？佢自己心知肚明啦。喺外國政府面前，佢點敢咁多要求啊？最後未要返嚟香港揾政府幫手咯。如果呢對父母嘅思想唔改變，將來可能到 Danny 返學嘅時候，萬一個老師有咩要求，佢哋唔肯配合，就犧牲 Danny 唔好返學，然後就調返轉話老師係有責任保護佢個仔返學嘅人權，逼到個老師為咗唔想小朋友冇書讀，就唯有就範佢哋，乜都唔使佢哋配合。咁樣對小朋友成長又好唔好呢？其實佢哋到依家都唔明，成日以為自己冇身體傷害過仔女，政府就唔應該帶走。睇返佢哋喺 Save Lily 個專頁度，之前成日放佢哋同 Lily 遊山玩水嘅相，佢哋以為只要兒童身體冇損害就唔應該帶走，但佢哋完全唔明白，身體冇損害只係最基本，除咗身體傷害，仲有其他形式嘅傷害。點解瑞典社福局要帶走 Lily 呢？係因為佢哋發覺 Lily 冇出生登記，認為冇得到適當嘅照顧。適唔適當雖然係好主觀，但有一點係好客觀嘅就係，小朋友出世，你最基本都要俾佢一個身份啩。你連出生登記都冇同人辦，咁個小朋友將來用咩身份喺個社會度生存呢？呢啲人點適合做人父母啊？返到嚟香港生咗 Danny 啦，今次只要你哋肯驗 DNA 就可以幫 Danny 攞個身份。但佢哋就為咗啲無謂原則，為咗啖氣，不惜用 Danny 嘅權利去威脅政府跪低。呢啲只係諗自己有咩人權，又唔諗下自己要負咩責任嘅人，點可以教育好下一代呢？喺6月25號，曾先生同關小姐就同傳媒講話，瑞典嗰邊有意將 Lily 嘅撫養權永久轉俾一個瑞典嘅夫婦。今次呢件事真係佢哋兩個攞嚟嘅。本來返到嚟香港好地地，有啲熱心市民都想幫佢哋，政府又肯同瑞典嗰邊交涉。本來只要佢哋正正常常咁幫 Danny 辦理出生登記，人哋瑞典嗰邊都可能覺得你有改善，交返 Lily 俾你哋。但係依家人哋見到你哋返到嚟香港，都仲為咗啲無聊嘅原則，唔肯驗 DNA， 完全都冇將小朋友嘅利益放喺第一位，當然就唔想交返 Lily 俾你哋啦。之前喺個訪問度都講緊話走司法程序要2-3年，如果警方唔係將佢哋拘捕，佢哋仲有排玩。社署接走 Danny 嘅時候睇唔到有損傷，我哋唔可以確定到將來 Danny 跟返佢哋會受身體損害，但至少有一樣嘢可以確定到嘅就係，如果呢對父母仲係咁野蠻，仲係咁自私，唔將小朋友嘅利益放喺第一位嘅話，喺佢哋嘅教育下，對 Danny 嘅將來一定唔係好事。依家警方對佢哋仲係調查階段，最終社署會唔會交還返俾佢哋仲係未知之數。相信呢個都會係一個艱難嘅決定。咁你哋又認為 Danny 係應該跟返佢哋父母，定係交由其他人看管，對 Danny 嚟講先會好啲呢？